刚上，我为了发 IG，白痴，脚踩空楼梯。对，孩子你不会觉得他们白痴吗？你说刚的时候吗？就最开始开场前，那个我们上大升降的时候，对，我们你们当初找家燕的时候，是他真的一口就答应，对，一口答应。他没有稍微惧怕说啊，我不会唱歌。因为他觉得说他希望可以多做一些不同的尝试，因为他之前有主持那个台北电影节嘛，然后他说他除了戏曲之外，如果能够有多一点的尝试，他蛮希望的，所以那时候蛮开心，他就是会答应。对，直接挑战巨蛋唱歌的程度，对，越级打破。那你们觉得他今天的表现怎么样？我觉得表现还蛮好的，可是他是说他真的蛮紧张，因为他来彩排的时候，他就说他彩排的时候升起来是台下是空的，就来的时候是满的这样，所以他就说他蛮紧张，但我觉得他表现还蛮自然，舒缓紧张。你是帮按摩的吗？是身上我牵他的手，看一下啊？你不是牵了他的手？对，绅士一下。他手在抖之类的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他一开始比较那个，还有点害怕，对吧？那后来我觉得他越来越进入状况，就蛮好。对，就是阿虎还帮他按了舒缓紧张的穴道，真的假的？开玩笑。你知道穴道在哪里？我怕那个读者不了解。所以你牵他手有冒汗吗？他有冒汗吗？不会，应该照理说紧张应该是，不是紧张有时候流手汗。还好，我觉得他后面就蛮自然，然后也就是蛮进入状况。所以那牵手桥段是彩排就已经不知要牵，还是说哇看他很紧张？就是看起来是阿普加戏，对，哦，加戏啊，人家是专业演员嘛，也就是演我既然牛逼要这样乱讲，好不好？我就很这个有点累了，为什么？就是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呢，我就跟佳怡说，那我们可能这个时候就来排准备一下，因为这样你比较不会那么紧张。对。然后我就说，那一开始他就可以先去找牛逼，然后背靠背这样子。对，摇滚，对，这样子那个视觉拍起来很好。然后刘逼踩完就走过来跟我说：“帮我鼓励啊！”对，因为小菊跟霸天就只有是，对，有啊，家燕有就是他挑逗你吗？挑逗我下巴，对，全身上下不挑到别的地方，只是逗我下巴。所以你下巴是怎样？有默契。演唱会结束后最想做什么事？不想做的事。我刚刚有受伤，我想休息。对，霸天因为刚上，我为了发 IG，白痴，脚踩空楼梯。孩子你不会觉得他们白痴吗？你说刚开始就最开始开场前，那个我们上大升降的时候，对，我们发现你讲说右脚跟左边屁股。叠一下舞台。右脚跟左，因为我们要上升降，那升降的楼梯它没办法接住嘛，因为它要动嘛，所以它会空。然后又很暗。然后彩排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看到，然后那霸天没注意到就彩排。这是彩排。没有上台前，今天上台前，所以他很痛，然后还是要很帅的上台。脚肿了。他现在这一块，有血吗？有血，对，他这个有血的。包起来，包起来，包起来，皮肉伤，包了一包。敬业。这个裤子都是血。没有啦，白裤子然后一滩血，看吗？然后用低的位。没有那么夸张啊。还好看中医，还好我们第一套是红裤子。对。